如果你覺得2026年掃班年自己好似俾人爭住嚟打咁，做乜都唔順，揾錢難過登天，甚至俾人跣到攤攤腰，借錢出去收唔返，心入面怒憎到爆炸。今日我好認真同你講，由你聽到我把聲呢一秒開始，你過去半年所有霉運衰氣遇過嘅衰人全部一筆勾銷。因為踏入7月2026下半年正式開局，成個氣場已經開始大洗牌。好多人仲懵成成唔知個衰字點寫，亦都好多人估唔到自己嘅好運走嚟到。今年係丙午馬年，天干丙屬火，地支午又屬火，成個年份由頭到尾都係火。傳統命理入面講嘅赤馬年就係咁樣嚟。上半年火氣衝到頂，人人脾氣都暴躁，成個社會嘅財氣都好似俾火燒住咁。大家手頭緊投資縮晒水，錢嚟錢去，左手入右手出，剩唔到幾多。但係你記住，火旺到盡頭，自然會轉勢入秋之後金氣入場。冬天水氣跟上個谷就完全唔同，咁代表咩？代表真金白銀正財偏財水，代表咩？代表流通，代表財源滾滾。呢個氣場一轉，舊嘅運勢格局徹底打散，全新嘅周轉機會就嚟啦。呢次大轉變可以話係10年難得一遇嘅翻身時機，之前捱得苦嘅，捉得住呢股氣，有機會順翻好多，賺多幾成。本來順風順水嘅，唔識得收斂同佈局，都有可能走下坡。今日我特意點出3個生肖，下半年相對最有財神眷顧，正財偏財都有起色，橫財機會比平時多。你快啲聽下有冇自己，有冇老伴，有冇仔女刷到呢條片？唔係偶然，係叫你提前準備，接住呢份好兆頭。而家即刻喺留言區打接財接福4個字，先同下半年嘅旺氣結個緣，圖個好意頭。好多人成日問我蘇師傅，點解有啲人平平無奇，半年之內就發為買樓買車，晚年無憂？我話俾你知，命理有時終須有，但運同時機呢兩樣你唔識捉財神，行過你門口都唔會入嚟。下半年呢個變局重點就係火金相濟，練出真金有3個生肖，上半年捱得最多苦，受最多委屈，下半年相對容易得到回報，之前付出嘅有機會雙倍3倍翻嚟。廢話少講，馬上講第一個，下半年最有機會翻身財運明顯向好嘅生肖屬狗嘅朋友。嗱，屬狗嘅朋友你自己捫心自問，上半年係咪活得好攰好委屈？我見過太多屬狗嘅朋友，天生太善良，太重義氣，太重感情，喺屋企你永遠係做最多，捱最多，為仔女為伴侶撲身撲命嗰個，喺職場或者做生意對拍檔對朋友掏心掏肺，幫人當食生菜，換翻嚟嘅係咩？係俾人督背脊，係俾人當作理所當然，甚至有人問你借錢，你心軟借咗出去，結果要錢冇得還，仲反面收場，搞到自己手頭拮據，晚晚失眠，脾氣變差，連腸胃血壓都唔多舒服。上半年真係孤軍作戰，有苦自己知。但係屬狗嘅朋友，你同我拍定手掌，由2026下半年開始，你哋嘅運勢會有好大嘅轉變。點解我咁講？12地支入面，馬年同狗係人午戌三合局入面嘅半合火土局，馬係午火，狗係戌土，火生土。今年太歲係幫住你哋嘅。更緊要嘅係下半年，你哋命宮有紫微龍德2大吉星入駐。紫微代表貴人提攜，有地位嘅人賞識；龍德就係逢凶化吉，招財招貴人嘅星。我講得詳細啲，等你知道下半年點樣把握機會。尤其係1972年庚戌年，今年56歲，同1982年壬戌年，今年44歲嘅朋友，你哋而家正處於人生承上啟下，為晚年同家庭打根基嘅關鍵時刻。下半年尤其係農曆8月、9月、10月呢幾個月，貴人運會特別旺，一直拖你錢嘅人，卡咗好耐嘅生意同合約，有機會突然有轉機，會有年紀比你大或者有地位嘅貴人主動拉你一把，幫你搞掂手續，甚至介紹大生意、大工程俾你做打工嘅朋友。上司老細會突然好賞識你，升職加薪，機會大增，甚至有機會被挖角，人工跳升一截。財運方面，屬狗嘅朋友下半年偏財機會特別多，唔單止係辛苦賺翻嚟嘅正財、投資、獎金、佣金、物業升值，呢啲偏財都有機會有進賬。之前買嘅股票、基金或者綁死咗嘅物業，下半年有機會升值或者順利高價出手，手頭突然多一筆現金，就算閒時買張彩票中獎概率都比平時高啲。仲有啊，下半年仔女運都唔錯，仔女出嚟做嘢嘅會突然懂事好多。
工作順利，甚至升職加薪，主動俾家用買禮物孝敬你，喺親戚面前都有面子，真正係晚年享福。不過我講嘢從來唔淨係講好聽㗎，有坑一定要提你哋避。屬狗嘅朋友下半年財運貴人運都好，但有個死穴，心太軟耳仔軟。下半年你開始順手頭鬆動嘅時候，身邊一定會有啲笑面虎走埋嚟約你飲茶食飯，同你講有乜必賺項目，或者哭窮問你借錢。我今日鄭重提醒你，下半年記住4個字：財不露眼。無論賺幾多，喺外面都要低調，唔好四處講。任何親戚朋友叫你做擔保借錢或者投資你完全唔識嘅新行業，一概要謹慎，唔好一時心軟就應承。唔係到手嘅財運都有可能流走。再用寒熱命同你哋講下佈局方法。如果你係公曆3月6日到8月8日之間出世嘅屬狗朋友，屬於熱命或者平命人，今年火氣重，下半年適合以水制火。我教你個簡單方法，返去即刻檢查廚房同飯廳。廚房代表你嘅財富，如果有裂咗缺角嘅碗碟，或者用舊咗嘅爛鑊，今日之內全部掉咗佢。破碗代表破飯碗，爛鑊代表漏財，留喺屋企點接大財。清走之後，喺屋企正北方，今年正北方係偏財位，放一杯乾淨嘅水，入面放6個銅錢或者6個1毫子硬幣，呢個叫六白生水化火局，有助小人退散，財源順暢。屬狗嘅朋友唔好猶豫，即刻喺留言區打苦盡甘來，貴人大財。接住呢份好意，頭好講完，屬狗馬上講第二個下半年橫財機會多，可以吐氣揚眉嘅生肖。屬虎嘅朋友，屬虎嘅朋友，我唔知你上半年係咪有種虎落平陽被犬欺嘅無力感。屬虎嘅人天生有霸氣、有野心、有能力，做嘢爽快，唔中意拖泥帶水，但係上半年好似跌落迷宮。無論你幾努力衝，環境都係卡住你，生意唔上唔落，打工俾人打壓，自己想做嘅計劃全部要押後，甚至因為經濟壓力同工作不順，喺屋企脾氣火爆，同老伴仔女3日唔埋2日就為小事嘈，家宅唔寧，連睡眠同肝膽都容易出問題。上半年個心真係好攰，覺得自己空有一身本領，冇地方發揮。但係我同你講，屬虎嘅朋友，你捱過最黑嘅時期啦！2026下半年，你哋係12生肖入面爆發力最強、賺錢勢頭最猛嘅生肖之一。點解從命理地支講馬年午火同虎嘅人木係人午半合火，局木生火，就好似星火燎原一樣。上半年嘅壓抑其實係喺度儲能量，等下半年一飛沖天。下半年你哋命宮有3台星同將星到臨，將星一出，代表你可以重新攞返主導權，無論職場定商場，都有機會做話事人。詳細講，尤其係1962年壬寅年，今年64歲嘅長輩，同1974年甲寅年，今年52歲嘅朋友，下半年正財偏財都有機會明顯上升。做生意、開鋪、做貿易或者靠業績食飯嘅朋友，由農曆7月立秋開始，客源會突然多好多。之前見唔成嘅大客，下半年會主動返嚟簽約。原本以為冇望嘅數會突然清還。生意額唔係微微升，有機會翻倍增長。打工或者做管理嘅屬虎朋友，下半年你嘅領導能力會得到高層賞識，有機會獨力負責大項目或者直接升職。年尾獎金分紅都有機會創新高。偏財方面，下半年你眼光會特別準，股票、物業買賣或者商業投資有機會睇準時機，一買一賣之間賺唔少。呢啲就係橫財入命。不過屬虎嘅朋友，你哋有個致命死穴，我一定要點醒你：脾氣太急，太過霸道，得意咗就容易囂張。我成日講家和萬事興，家衰口不停。風水學入面，你嘅伴侶就係你嘅財星。如果下半年賺咗少少錢，就係屋企氣焰囂張，對伴侶呼呼喝喝，同仔女嗌交。我同你講，就算賺咗金山，都會因為你嘅脾氣慢慢散走，甚至家人身體出問題，又要使一大筆醫藥費。所以下半年想守住財富，第一件事就係收斂脾氣，對伴侶好啲，多啲讚賞屋企人。你對家庭越溫和，財氣就越穩。再用寒熱命教你佈局。如果你係公曆8月8日到下年3月6日之間出世嘅屬虎朋友，屬於寒命人，今年嘅火對你嚟講係好事，下半年運勢會更旺。我教你即刻去屋企或者辦公室嘅正東方同東南方檢查下。正東、東南屬木，木生火，呢兩個方位千祈唔好堆雜物垃圾或者放帶刺嘅仙人掌。
喺客廳或者辦公室東南方擺一盆茂盛嘅大葉植物，好似發財樹、綠蘿都得。記住喺樹上掛一個紅色中國結或者9個小紅包。呢個叫木火通明催財局，可以幫你推高事業運同橫財運。屬虎嘅朋友，拿出你嘅霸氣，即刻喺留言區打橫財就手，大殺四方，接住下半年嘅旺氣。好啦，講完屬狗同屬虎，而家到第3個，好多人估唔到，但下半年爆發力驚人，最容易悶聲發大財嘅生肖，屬猴嘅朋友。嗱，屬猴嘅朋友上半年嘅遭遇，我用4個字形容：有志難伸。屬猴嘅人腦筋轉得最快、最靈活、最有諗法，成日都捉到商機。但係上半年好似被困喺籠入面，無論你諗到幾好嘅橋，實行起嚟都重重阻滯，拍檔唔配合，上司唔理解，身邊仲有小人妒忌你嘅才華，故意拖你後腿，搞到上半年收入唔穩定，支出又多，成日為仔女學費、家庭開支憂心，覺得自己點解行得咁辛苦。但係屬猴嘅朋友，你可以鬆口氣笑返啦。由2026下半年開始，你嘅命格就好似開咗鎖一樣，因為下半年你命宮飛入一粒好重要嘅吉星驛馬星，好多人唔識，聽到驛馬就以為要四圍走好辛苦。我同你講，喺今年馬年呢個大變局入面，驛馬星正正係催財嘅星。傳統玄學有句話，馬奔財香發如猛虎，意思即係話屬猴嘅人下半年千祈唔好匿喺原地唔喐，你嘅財富全部喺動入面，喺遠方，喺變動入面。尤其係1968年戊申年，今年58歲嘅長輩，同1980年庚申年，今年46歲嘅朋友，下半年財運係跨界生財、動中生財嘅格局。如果下半年有人邀你出差去外地開拓生意，參與你以前未接觸過嘅新行業、新項目，千祈唔好縮大膽去試。因為你嘅貴人同橫財好多都喺外地或者新領域等住你，做貿易、物流、旅遊、網上銷售或者做外地客生意嘅朋友，下半年訂單會好似雪花咁飛過嚟，賺外地錢、賺外幣都機會大增。就算係退休或者半退休嘅屬猴長輩，下半年多啲出去旅行，多啲同唔同圈子嘅朋友飲茶聚會，都有可能喺閒聊入面得到有價值嘅投資消息。或者遇到對家族有幫助嘅貴人，下半年屬猴嘅人越活躍，走得越開，財運就越好，真正係悶聲發大財，等身邊睇你唔起嘅小人跌眼鏡。不過我一樣要嚴厲提醒屬猴嘅朋友，驛馬星動雖然帶嚟好多機會，但同時走動多，意外磕碰嘅風險都會高啲，賺到錢亦都容易喺無謂地方使走。點樣化解？我教你一招用咗幾十年嘅方法，主動應劫，歡喜破財。咩意思？就係喺下半年農曆7、8月金氣最旺嘅時候，你自己主動去使一筆大錢，比如幫屋企買啲保值嘅金器金條，幫老伴換隻好嘅手錶，或者帶一家人去一趟舒服嘅旅行，用呢啲開心有價值嘅消費主動應咗破財嘅意頭。另外，下半年一開始即刻去診所做個詳細身體檢查，抽下血或者去洗下牙，用抽血洗牙嘅少量出血應咗血光嘅意頭。你主動做咗呢兩件事，就有助化解風險，剩低嘅就係平平安安賺錢，再用寒熱命教你強化運勢。如果你係公曆8月8日到下3月6日之間出世嘅屬猴朋友，屬於寒命人，天生金水旺，今年火氣正好幫你調候。我建議你返去即刻整理大門口同客廳大門，係納氣嘅地方。屬猴嘅人下半年要靠外氣帶財。如果大門口燈光昏暗，堆滿鞋盒雜物，財神點會入屋？即刻將大門口嘅燈換成光猛嘅暖光燈，盡量保持長明，然後喺大門入面嘅地氈底下壓8枚硬幣，呢個叫步步踩金，出入皆富。屬猴嘅朋友，快啲喺留言區打動中生財，步步踩金，鎖住呢份生財嘅氣場。好啦，講完3個下半年運勢相對向好嘅生肖。我都明白睇片嘅朋友入面好多都唔係屬狗、屬虎、屬猴。你可能會諗，蘇師傅，咁我咪冇份，下半年又要繼續捱，千祈唔好咁諗。我一早講過，我做節目唔會令支持我嘅朋友失望。命係天定，但風水係人為。就算你唔係呢3個生肖，只要識得利用九宮飛星嘅氣場，一樣可以喺2026下半年幫自己同屋企人催旺財運，行得更順。而家我就送出今日最實用嘅彩蛋，2026下半年全民通用嘅催財招貴人簡單風水方法。
無論你屬咩生肖，幾多歲做邊行，聽日朝早起身，跟住呢3步做，有助改善屋企嘅財氣氣場。第一步亦都係最關鍵、最多人做錯嘅一步，清走屋企嘅破財物件。我同你講，屋企有3樣嘢會慢慢耗走你嘅財氣，仲容易招小人影響健康。第一樣係客廳同睡房入面過期枯萎發黃嘅植物同鮮花。植物代表生機，枯死咗你唔掉，就等於放死氣喺屋企，搞到全家人冇精神，破財連連。第二樣係雪櫃同櫥櫃入面放咗幾年嘅過期食物、調味料同埋爛碗爛碟。雪櫃係現代人嘅財富，財富發臭有破損，賺幾多錢都容易喺醫院意外方面洗走。第三樣係床底或者衣櫃頂積滿灰塵嘅舊衫同雜物，床底一定要乾淨通風，唔係就等於背負重擔難翻身。聽日朝早全家人一齊動手，將呢3樣嘢全部打包掉走嚿嘢，先騰出空間，先裝得落下半年嘅新財富。第二步，催旺今年嘅正財位同偏財位。2026馬年代表穩定大額財富嘅8白左輔星，飛臨屋企正東方，代表橫財貴人意外之財嘅6白武曲星。飛臨屋企正北方，你返去用手機指南針揾出客廳或者主人房嘅正東同正北，喺正東方正財位放一個乾淨嘅陶瓷或者紫砂聚寶盤茶壺都得，入面放8枚硬幣或者放一個金色錢罌，呢個叫土金雙生，守住正財，保全家人下半年工作穩定，收入逐步上升。喺正北方偏財位放一杯乾淨嘅水，水入面放一個金屬小擺件，比如銅龍龜、銅貔貅都得。呢個叫金水雙生，催旺偏財，幫你接住外界嘅賺錢機會同貴人運。第三步，打造隨身嘅聚財小磁場。除咗屋企風水，你每日帶出街嘅銀包就係你嘅貼身小財富。好多朋友個銀包用咗10幾年，又殘又爛，入面塞滿過期單據、收據廢紙，真金白銀反而接到皺晒。單據代表已經使咗嘅錢，你日日帶住一大堆支出單，點樣吸財？今日開始換個新嘅正方形或者長方形銀包，黑色、深啡色、金色都好，千祈唔好用大紅色。傳統上講火燒財門容易散財，將入面所有廢紙單據掉晒鈔票，按面額大小方向一致，整整齊齊放好。呢個代表你對財富嘅尊重，財富自然更願意埋嚟。各位老友記，各位支持我嘅朋友，今日我真係將幾十年睇風水講命理嘅實用經驗，毫無保留同大家講透咗。你記住我最後幾句真心話：2026下半年呢個轉變係俾所有人一次調整節奏、重新出發嘅機會。無論你上半年經歷咗幾多風雨，受咗幾多白眼，由今日開始對自己、對屋企人多啲信心，將我今日教你嘅避坑要點、催財方法一步步落實去做，自然會越嚟越順。我喺呢行幾十年，靠嘅就係實用、貼地、準確。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嘢講中你心聲，真係可以幫到你同仔女晚年過得更富足、更安穩。我希望你做3件簡單嘅事，對大家都好。第一，即刻點下面嘅訂閱按鈕，埋旁邊嘅小鈴鐺，咁樣下半年每個節氣交接、每個生肖嘅重要轉變同化劫方法，你都可以第一時間收到，保證你2026年由頭行到尾，唔會輕易踩入破財陷阱。第二，幫我大力點個讚，同時將呢條片分享去你嘅家族群，或者 send 俾身邊屬狗、屬虎、屬猴嘅親朋好友。玄學講求施比受更有福，你將呢份祝福分享俾你愛惜嘅人，其實係為自己同仔女積福。你幫人順順利利，上天自然都會眷顧你屋企。第三，亦都係今日最重要嘅一步，而家馬上喺評論區用誠心打接財接福、順風順水、家宅平安呢12個字，或者打埋你同家人嘅生肖，我會睇大家嘅留言，為每一位認真留言、相信好運嘅朋友送上祝福。將下半年嘅旺氣送俾每一位朋友，捱窮捱夠未？捱夠咗下半年就一齊調整狀態，準備接住好運。多謝大家收睇同支持，我哋下期節目唔見不散，記得留言打卡接財，祝大家下半年豬籠入水，一本萬利，合家富貴。